好了，哦，好比一位君子，为是高山的人，哎，带得好，带得妙，真是妙极了，妙极了。哎呀，献丑啊是献丑。咦，小弟看你呀！梨花雪意在三分，两家红日胭脂粉，娃娃皮包。我家相公本来就称最美人，哎，哦，比起最美人，这要从儿来，小姐啊，你倒说给我听听看。哦，这要么，文笔一滴滴面疼你，相貌与我一般异，家母爱是上上身，不让为本玻璃身，他这一岁上传统名呀，大不了名贵。只因家母此年生，功德花火礼不灵，早早他娶我非礼貌相子，就将我男扮女装贴娘亲，从此一日成了名，最美人才是断臂好非人。男扮女装看不起，此日令人不可惜。不是文凭高大去，你满身上岸也难分。俺既是人而文虚，立苦官当上半美人。听我老说这上岸，该叫你立日谢月英，凭你这上情是爱，我立在你面前一分不清。不要说你在面前看得清，哪怕在神勇之中能将你人。好，今天登峰元宵，大事登府归王，有人自责，李苦官在这人群之中一死，这有难要个地方3月台，3月台就是3月台。好，你先走一步，我给白玉进来。哎妈，小姐呀，我上神出门，你别怎样？莫非老少有意大度？如果小小动摇，哎，助兴助兴。你要做什么啊？人银1百两，资料可不能老。警员结账。好。老少今日3月台上见。哎，小姐啊，趁早备好东道前。哎，回来。
来了，来了。这无人东张西望，我一对定是小酒加班。哎，大嫂，请了，请了。毕竟云龙上女生，少爷也得两三分，让我也开开他的玩笑。你可人啊？少贼呀！关你什么事啊？不要装腔作势，可是来找我啊！找你？是啊，我在3月台上盯着你都是了。你那个什么？心照不宣，各人独立明白。不上，你管处处少礼貌，58道往地道，3不依你你洗脑，送官举牌顶风潮。他想用官府来喊我。送官举牌我不怕，倒是你男扮女装谁不想？谁来扮女装啊？白来倒有3分香，可是年纪他也老，这样那家举美人快来到家举啦啦。怎么举啦啦王啦啦？谁认识你？你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认识你。我在这里写过了，写什么？写你100两银子。100两银子？大丈夫得得到，活得起。是的是，赢的赢，晚上什么糊涂啊？你这人真疯了！就是我疯了，也不放过你。你再这样，我可要叫人了。叫你也不敢叫，就是要叫，我万事为你要100两银子。林生，林生，林生！陆香，你在哪里呀？哎呀，我在3月台上找你呀。哦，快下来吧。来了。哼！真的不是小酒加班。还好还好，细细闹出事来。他故意将背让我，分明做着心虚，定是小酒。这一次可不为错了。小姐啊！不是我老子夸口，只要一见你背影，谁知道是你？办得美极了，真有人有乐业自由，必有绣花之貌。不是我老祖，才能认得出你是个男人。谁是男人？你是男人。你是什么眼睛？连男女都分不清。还只求文明，心里有数。
你瞒得过别人，瞒不了我老祖。小姐啊，这一回你死了。什么死了？好了好了，不要装腔，100两银子快拿来。啊，100两银子？哎呀，你这人，我与你从不相识，说什么银子不银子？快让我走！快让我走！哎呀，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什么事？你怎么来得这样晚？我在这里等你。他女无人知，说我是男扮女装，还问我要100两银子，来日我不放。看这人躲躲藏藏，绝比好人，待我拉他接棍去。小哥，你看我的眼睛别别，这错人了人，还望小姑原谅。你又不是瞎子，你有意表现，你又不是瞎子，分明有一条小，可恼可恼。小哥，你看我的眼睛不别，万请原谅，万请原谅。哼，空忙之徒，竟有此非礼之因，岂能原谅？走，接过去。相公，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坏人，就放了他吧。这位大姐说得有理。好，放了他吧，我们快登去。下次再要这样，就不轻饶。是这有因，岂能再玩？多谢这位大姐，不必客气。下次看人，不可是此路嘛。是。小酒怎么晚不来？你究竟是有道理？乃是宫中之地，你能看得，我真不能看得。你看，今夜说我竹子山倒霉。竹子山啊！你莫非就是苏州大名鼎鼎的竹子山大爷呀？哎呀，小女子真是冤案不是他山，实情啊是实情。你这位姑娘是谁？啊，周大爷。刚才言语当得万千原谅，奴家只想得理。奇怪，不是这是我的眼睛不好，这一次可没有来人，谢谢呀，又要闹出笑话。周大爷，为什么不见周相公到来？他即刻前来。你时常进出他家，可看见周相公扮过美女啊？女装啊？是啊。哎呀，这
事情我是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三明四白。哦，当年相公拜女当，是我亲手敲锁当，他头上发髻与我挽，上缝只花我插上，一脸脂粉与我们，两条绿眉我画上，刚下一军与我穿，坐在我台上，左右相邻人不测，就是那亲生娘也难分的风雨望。业绩情绪来传载，引人生出真模样，不是虚当花白표，我要等他其日翻上。真的？谁来骗你？哎呀，徐大姐呀，与你这是了吧？这相公今要扮女装，要我当面人情伤，这因爱情不便当，请求大姐来帮忙。少在他上到此来，请你对我面讲，这种事情我不管，事情了谢你，许我什么？谢你银子无质量。一言为定。就不是一。好，哎，徐大姐啊，你既然答应我，应该仔细的看望。不要去，不要去，我啊只要坐在这里眼睛一闭，就知道他来与不来。哦，倒看不出你有这样一套本领。哎，哎呀，周相公来了，他在哪里？他在那边。哦，在那边。哎呀，怎么不见？他已经上了驴蹄。哦，上了驴蹄。哎呀，我这万事不见。他已经靠近你身边啊，靠近我身边。连影子都没有呀！哈哈哈哈，老周小的就在这里了。哦，大爷，我已经替你认出了周相公，你该赔我的银子啊！哦，小姐呀，你这举美人呀，真是当之无愧，老子敢把下风，哎，敢把下风。哎，老周，这一次你死了。哎，我死了。小子们呐，漂亮的美貌姑娘，替大爷抢两个回去。来，光天化日经过强抢名誉，万不与我此对。
好一个标致的姑娘，美呀美，美到不可那我的美，美而又美，这是说不出来的美呀！他一看中了的，笑得抢他为夫，慢，不许动手，好罢了，姑娘。忘了他们。走，姑娘，你姓什么啊？我家大爷问你姓什么？哎，我姓许，许什么啊？我叫许大。这声音好似流浪文艺。啊，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？青楼房。为何一人出来看灯？哎，我娘与表兄同来。哎，你那表兄呢？他开灯急死了。笑什么？喂！姑娘不必担心，我是兵部常侍之子王天宝。谁人不知哪个不孝？姑娘不妨随我为夫，明日差人送礼回去。我不去。雷阳，保护着姑娘为夫。与我掌灯美人儿啦，红红嘴唇啊像昂道，弯弯柳眉是我毛，呜呜青丝字莫高，细细声要洒流了。低声低笑十三问，为首一棍六拍响，你在走进啊无上庙，四大金刚耶稣道哎呀，美人儿啊，你为何替我皮儿原子啊？我怕你，怕我？我不是同你一样，冬天为狼，你天同样为你，有耳朵，有眼睛，有鼻头，有啥个可怕呀？人家都说你是老夫，老夫要屈人的呀。哎，世上哪有穿着衣服的老虎啊？就是这种异国情最可怕。哎呦，这话倒有些理。哎，美人。王老夫他个兵高到密兵强，宇文景有心与他去
子冒去大爷未免太怕呀。是的，姑娘啊，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，见识良机他去瞧。就冒去，我吃的是龙冠，穿的是凤毛，吃的是高垒，换的是王表，也是你靠沉默与自守，今生交到了好运到。王彪在，快吩咐下去，挂灯结彩，摆酒设宴。大爷与徐大姑娘今夜要人请八堂噻。要不得，慢了慢了。怎么娃娃没有讲完，却要摆堂人请？太香。有话请讲吧。
他把婚配，他对准你二龙手，一拉把我当子贼呀！哼！我王家四大妹一个，我怕区区高得啊包，他关心是少大妹，我送他结婚去坐啊喽，嘎滚嘎啊板子靠，唱啦啦啦啦，一条妹连条头上头，管他3年再从军，叫他一名夫人啊到，从此你天大爱到这地鸟子，我与你把的一同到了，同到了王彪，快吩咐下去，挂灯节菜摆酒食宴，建大爷、徐大姑娘整齐发堂噻。是。哎呀，我还有娃呀！哎呀，我在府里面，你在市里，王彪要人高抬，你就站在这里。是。那有娃，快讲吧。你这不行，可为王彪，你说对吗？大爷说的是，大爷说的是，我不信。有道一句是真，耳闻是虚。这，你的，哦哟，你现在的护卫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女的早了手机的道理。姑娘，你看可好啊？哦，王彪。快吩咐下去，挂灯去才摆酒食宴。满了！哎呀，我还有娃呀！哎呀，你怎么有这许多娃呀？摆了堂再讲娃，讲好了娃再摆堂，先摆堂又讲娃，先讲娃又摆堂。王彪，快去！是，王彪，我就等在这里。那么有娃，快讲吧。
不知道。正月15出远门，白路一定要女讲道。正月15做饭菜，海上一定要起风暴。上山要落回家人，姑要对头木桥。马年中年长大草，早要被铁火烧。孙女长大要来到，越来到头要进苦庙。要成亲更是不得了，新郎是头婚爱花，手家抽筋不了再到，要命送掉。哎呀，有什么理由呀？是有些怕人啊。那一你自己呢？与我自己要等明早。那今夜呢？今夜你写什么回去啊？明早你怕花轿来迎娶我啊？有了，今夜我陪你到我妹妹房中去，细说一笑，你看可好啊？可好啊？你妹妹啊？是啊，我妹妹，这总不委屈你了，不委屈你了。王老夫他种种把婚事来做鸟，想不到天下是生与这不巧，今为下逢在今宵。姑娘，你看可好啊？可好啊？怕有些不便。明天就是亲戚了，还客气什么啊？还客气什么？亲戚？对呀，明天就是亲戚呀。王彪，张灯带路，送个小妻归王。
妹妹，姑姑都是啊，有一姑娘要为妹妹介绍一笑。平时他又把两家妇女抢来，鸟有苦人有家，为何要向我家说？这，哎呀，妹妹实质底细定然不易，等我骗她一骗。啊，妹妹呀，姑姑放这句话话对，见一位姑娘哭哭啼啼，她伤了心。姑姑心中不忍我走上前去为我意，这是表兄妹肯定最实在。他回家自怒才不去，我约他人送他去，无奈一生路难行。一次我对他只一笑，好妹妹呀，你不方便他答应。我看你呀，莫非上担心有点靠不住这？哎呀，妹妹啊，这是我把他抢来，我为啥要陪到妹妹房间里向来呢？这他来对过小姐。去见小姐。既是此，就让他留宿在此。多谢妹妹，多谢妹妹。姑姑，时光不早，你可以走了。妹妹啊，她是乡下姑娘，不懂礼貌，你要照顾照顾她啊。咦，你怎么不走啊？妹妹啊，明天一早我会在上楼陪她下来送她回去，你千万不要让她自己回去啊。兰香，小弟，宋大爷出房。是兰香，只有这位姑娘干嘛安心？姑娘，随我来。房中灯火微星，莫非他还没有安在呀？哎呀，听他叹息什么？请那姑娘好不为，表兄与表妹同快悲，我虽已生长在
小弟有意于我，可有妙啊？我空在世间往事叹，身在两地他真自情，知道了。一层挂衣，一层巾，清晨一日不履尽，瓜子瓜，姑姑不为妹妹想，等到那生老子往去家无人。我以为王夫门中一条钉，有才是杀出里边不忘记，虽因一片真心我嘴上谦虚十分明。去哪？此事不可他忙身，万须当面是真情。好在我姑娘，你还没有在，我怕得很，怕什么？没上地方睡不着，还是让我回去。哎，姑娘，是一生怎能去的？那啊，反正我心绪不宁，也不想安睡，我们还是来谈谈吧。那岂不是要打扰了小姐？不要紧，请坐。多谢小姐。姑娘，你家子哪里啊？早把家
姑娘，还有什么人家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为我不将最不可以相爱，难为情。表弟，你要当心的老人家。我姑娘，那少气胜利的绵绵哦，玉面之口无道子，西面之不正孙明，左边之不往地下，右边之不风一生，左边之不正不郎，北宫之不。哎，我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哦，你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是啊，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。哪一家？姑娘，你快说。北国有我好人家，家内才是最文静。对呀，家内才是最文静，他的为人的苦自己。小弟只是关心人，向来比不就事情，一比古，二比亲，那为我手当心来雨当心。他师傅万分崎岖，爱在孤儿来同伴。啊，原来是此。姑娘，你可知道他家的经营啊？上上下下老老实实，里里哇哇的人，无一不是。那最稳定他怎样啊？不像我最稳定啊！像你最稳定？我说错了，我想最稳定啊！他才是满腹文章，才是经，文明大事却不人听。宽松上司千金女，听说名叫王秀英，才知小弟太虚荣，见他家境太清贫。哎呀，冤枉啊！哎呀，他婚姻不仁俱有恨，一场大病长了身，说说病了3个月，守得像个苦日根。看来性命是难挽救，得在死得在死里有风声。没有事啊，没有事啊。姑娘，哪有来这样呢？难为情我不识。咦，这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说好了，不要紧。最稳定不弱，看中我，看中你，几次托媒来举亲，他几次托媒来举亲，你的爹娘苦答应。我弟弟一听心欢喜，马上来求就答应。那你是几呢？哦，我啊，大人家的最重视，正好比口儿蜜糖的在苦。迎下今年3月3
空余万卷丝丝三女迷，悔不该本于不回家，混小气不是不依人。宋金玉不穿衫，金须纱不穿衫，不穿裙不插花，不戴碗不夺金丝，不做碗等到今若有落可可的去在空门。哎呀，小弟，你为什么听了我的婚事流泪起来？我是为你高兴的流泪呀。小弟千万为我高兴，这婚事啊有变了啊，婚事有变。我昨夜想有夜深，只得姻缘不相争。你说什么？我昨夜想有夜深，只得姻缘不相争。为什么？我是一双大脚步，这两一场往来推，将来夫妻难到头，万事成双莫人欺。真的？谢天谢地。小弟，为什么我的婚事不成，你倒反而谢天谢地？这莫非小弟你呀也有爱走相公之意？哟，那你就该早就是了。这哎呀，小弟若是真心相爱，那你就该托人传接诉衷心。可是夫人在前，小弟若真的有意，我倒愿意代为要劳。真的？总不是假话。姑娘，那你千万不能与别人失气。水口是病，绝不话传。妈，姑娘，你要亲手将其走相公一定送到。哎，好，不与表弟恩情深。哎呀，你如然，小生就是走文笔。哎呀，来爹，切莫声张，切莫声张，我有话。你讲。正月在我是元宵，人山人海闹盈盈。我与好友来当渡，男扮女装开花灯。只为你姑姑王老姑，把我当作美佳人。抢着扶摇人群，我千言万语难脱身。他把我强吕小姐归往内，这真是美梦姻缘天真人。马身姑姑往天放，身体不做好事情。
去，将我今日真做人，我撩起路穷出房去，要与姑姑把离别。小弟千万不能去了花草去，小弟既然文兵也王秀英，今日回来悄悄为，也是令我有缘分，何不定下个头呀？一了恰的我一片他一人啊句句娃儿当动心，姑姑满话不讲理，去了反而话事情。王秀英为周文斌，非亲往日是迷神，今日巧为三流台，我不想得命有时终身公子既是真心相爱，就该是啊，就该再提名字一表忠心。再来不去才对，要到桂林看美人。啊，哎呀，你们跪在地上做什么啊？为小弟在去把弟妹呀，把弟妹呀。啊，姑姑，时光不长，你可以走了。哦，对，把什么姐妹明天就是顾上了。王彪在，请帖可曾发出啊？请帖吗？没有。啊！哎呀，该死的奴才，花轿准备好了。没有。彩果水呢？也没有。哦哟，混蛋，该死！
大英，小的不是不听大英的吩咐，此事没有禀过老夫人他。怕什么？花轿一到，华客一来，人情霸道，还怕母亲不答应啊？快点是。官府升堂，要插一帮忙，大爷结婚呢，弟弟为王。对。将亲戚送给杭州人，留了一个也不行，也不行。不能官升和尚姑，不能请罢和司令，不能人手不人手，不能他是富裕民，不能逃之和你过，只要他能送人情，送人情。对。前夫泥上多出动，一路踩当不留情。大红花轿要考去，16个轿夫抬进门，夫抬官人呀，8个轿夫死去亲，死去亲。为了去死。我又回来了，外面有人求见。大爷今日事忙，一概不见，苏州才知这是山求见，这自山。哎呀，此人调转见客，人事难弄，登门而来，一定有事求我。不见是人到来访，岂能不见？先下比名讲，再迎相见礼。原来是书记做主山，阁下是杭州王天宝。哦，舅娘，舅娘。请问王兄，府上挂灯结彩，不知为了何事啊？小弟大喜。哦，原来是王兄姐姐，恭喜恭喜！但不知是哪家千金啊？这小问题是哪家千金么？不错啊。早在元宵看花灯，遇见一位美呀佳人，这不定是长我下外来，要不是仙女下万人，是我一见最中情，我马上将他请进门。是抢进门的，是请进门的请请这位家人可答应，就是不得真为不答应。啥不拉是他跪在我面前哭哀泣呀，我还要考虑3天再谈情。王兄开灯奉喜事，我昨夜开灯照不应啊。什么不应啊？我与夜里举文兵，那一宿洞影开来花灯，正在看到高兴事，突然有人来纷纷，哭的哭来叫的叫，原来是一张老夫唱经人今日老夫唱经人，小的是
事情哎，至少老夫胸前恨，那交警把我看为是本，身在王兄差不拉多，哎，真将小弟逼出身，再出身。东张西望要吃拉人，因爱看见主呀文兵，那么大叫一声给扑上去，抢了徐徐忙到奔，啊有人看见再出拉身，匆忙到进了王府啊命啊，到进我家不说啊，没有啊，有人亲爱看见，哎呀，听他话中有词，分明是在什么啊？不对，我抢的是位美人，他说的是个男子，哎呀，带我去问过明白。师兄啊，那老夫抢的是什么拉人？是我爷的朱文斌。朱文斌他是男子啊，嘿，那老夫男女分不清啊，只管他脚上摆得香啊，落在府口送了命啊，听他话做事有因莫非我昨夜抢的是这位啊兵哦，今日老夫已经王府大门，小弟告辞。师兄且慢，为了何事啊？请坐，请坐。哦，师兄，这夜未必孤身乔装美女，而前往看灯啊。是啊。那么你等可是在3月台前重山？是啊。哎呀，糟了！哎呀，糟了！我妹妹，你妹妹怎么样？没有什么。哦，莫非这样？王兄把朱文斌送到你妹妹王中去了？王天宝，你，好啊！徐文斌也记清。老
不许到外面50去。告诉啊，叔叔，这边是这老爷，这大爷，也是，这是心事啊，王家家园。话母母到去哪里去？不，父母到小姐归来去。表弟，我倒有一计在，你快讲来。当日别来从天降，星光下了唐贵王。姑姑你早，大爷你好早啊！看她这样漂亮的身材，分明是个女人。说怎么最为兵加倍？哎呀，我先去上了出山的当了。姑姑请走啊！大爷请走。哎呀，看他脚踏实地，分明是个男人。哎呀，妹妹他，哎呀，此事不能与对妹妹出山。姑姑，你说话为我吞吞吐吐。妹妹，你到他是何人啊？对我弟弟许大姑娘呀。对，对我弟弟许大姑娘。咦，是你自己打他上楼来的，怎么反而问起我来了？是啊。哎呀，幸亏妹妹上位得知，带我到他下里去吧。来，快带我下里去。妈，这位姑娘为人很好，我想留她都是几天。留下去啊！哎呀，为得了去。即日子小生去告辞了。哎呀，你主人，两人才是最稳定。哎呀，最稳定，昨夜报到政府自出来，请王兄原谅。你快被我怕死，不去。什么？你好。麻烦叔叔他不人，为必做对的。虽然本是王经理，归着王家去容里。
过一部门，不耐人说句话，把不知把官司赢，清白伶俐都称赞啊！这我是三生四德三手的鬼七情，心在名声在里话，总算是对着媳妇一媳妇亲。请老夫人。妹妹啊，我要是知道他男扮女装，我杀的也不会抢到进门。一股子女人家名声最要紧，这件事我岂肯放弃去罢来。对望亲看老娘亲，分清是非把理平。我还要费心到尽搞不清啊！虽说你在家不肯守本分，万一不到起良民，愿我转上华民生，他一路之下回家来要家里。东家发用大印，再出门去东施怒施无分文。妹妹扭了我吧，哎呦哎呦哎呦！表弟，老夫人来了。母亲，女儿为了无事，你去问他，去问他。李主任怎么来找我女儿王叔？你去问他。究竟怎么一回事？母亲，她是男扮女装，所以姑姑把她是在女儿王中。当真是啊！哎呀，母亲。万错是姑姑错，此事不必挂别人。你到了表弟的闺房内，出身根基以为无因。你到了妹妹闺房内，不是根基为无因。你家小生大事真情
进门，此事大事这样开，王府也没有对关心。是啊，此事大事这样开，此事要专心。你是军文兵，不错啊！想不到他是军文兵，当年人来在主亲，真是冤家路梦。倒不是你看听他许东升。济公子，你本家呢一辈子，好在文上人家境，几位小儿来无家，此事我也不再给。现在母亲快送公子开府。王家告来就家兵，在门会不相推。济公子，乡里男扮女装，一夜女若斯文，这样看去可断送你的前程，我看不是也啊。宋康是啊。哎呀，母亲啊！以前那胡子是在标准这个朱玉明，刚才已经上门来，我也是大义路正经，他定要大家乡去转山，将开始转变了杭州人。哎呀，一波比比一波。怎么办呢？母亲，在上子意闹翻
提到了战争。哎呀，女，哎呀，女，不得，哎呦，还不看名人岂不是在国府相上？这是他不肯来呢，用八人大轿把他带来。季公子，季公子在我来。季公子，昨夜的外妹小女许配于你。小子高攀不上。昨夜子，小姐呀，既然伯母大人囊要将王小姐许配于你，那么你就勉为其难吧。公君不是聪明啊，快去接过大礼。好。我穆大人在上，对小姐一礼。外个下姑出现这大美女，奇怪，真正的美人哦，还是天宝兄。